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，因为我知道你会保护我呀，而且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因为我，因为你不喜欢我。我都能当你叔叔了。再说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是小保安，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因为你帅呀，而且还会打架，简直就是我见过最酷的男人哦。万一我是个坏人呢？而且我有老婆。你结婚了？那你不会是被你老婆赶出来的吧？是啊，因为她不爱我。那你就跟他离婚啊，我给你做老婆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不送你回家。不行，那你抱我一下。不抱。不行，你抱我一下。嗯。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。你好。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您误会了，刚才是您女儿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不允许你再接近我女儿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住嘴！算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看着你女儿吧。要是真碰上坏人，麻烦就大了。哎，段飞哥，段飞哥，小雅，上车。没用的东西。大哥，我办事不力，我认罚。办事不力？你说的青椒，你知不知道要有不慎的话，咱们全盘皆输了。大哥，小家伙，小家伙，这一次是我的失误，我是实在没想到那小娘们偷偷拨了个电话，也实在没想到段飞那小子来这么快。废物！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，这小子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不可小看。这人势必会影响我们在天海的大计。在天海的地盘上，敢跟我天浪集团人作对，我必须让这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是，大哥您看这样，用不用我去通知韩元仓，让他加快行动？程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把事情给我搞砸了，你马上他妈给我滚蛋！还有，在公司里边，你别老叫我大哥大哥，叫我魏总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您放心。哎，魏总，我先去了，大哥。谢谢你救了何兰。你笑什么啊？谢谢这2个字啊，从你嘴说出来特别奇怪。是吗？不信你试试。谢谢。你看吧，就是很奇怪。你可是红鼎集团的总裁，以后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你怎么跟别人合作，对吧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练，再试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对，你看我啊。谢谢。看清楚了吧？一定要是由内而外的。再试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好多了，继续练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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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岭的总裁袁世彤。小王，克扣的工资都发给你们了吗？是的，袁总。可是什么？我知道的好多人，其实还是没收到。高秘书，我已经仔细的对照过工资单和相应的报表，这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拿到全部的工资。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大家都等着你说呢。是我办事不力。办事不力，就是办事不力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有克扣工资和工作时间超长这种事，是我的工作失职。但这只是公司个别人想要中饱私囊，与整个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突然间想起约我了？我有些事想问问你。问啊。你知不知道荷兰的前夫是谁？荷兰前夫？你是说郑成强啊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一人渣。他比荷兰姐大10几岁，而且荷兰跟了他那么多年，他非但不知道珍惜，让他成天出去鬼混。说起这个人啊，我就来气。继续。从后来好像犯了什么事被警察抓了吧？你怎么突然间问起他来了？那天他绑架了荷兰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不知道他对荷兰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他绑架了他荷兰姐没什么事吧？荷兰没事，他现在很安全。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提醒你，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郑成强这次回来，目的一定不仅仅是荷兰一个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整个婚姻集团？也有这个可能。段飞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云世彤的安全啊！我会派人保护红丁上校的安全。云世彤这边有什么事，你及时告诉我。这还用你说啊？他既是我的上司，又是我的好姐妹，我肯定能照顾好他。倒是你呀，为什么会对他的事这么上心啊？莫非你和他爸爸嘱咐过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我承诺过的，就一定要做到。
不好意思，咱们2位想点点什么？打铁。一样。好的，稍等。小李，哎，林总，电声的技术研发进展的怎么样？研发工作进行到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人事部把我们研发的人都给调走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通知人事部，尽快把技术员调回来。你先工作吧。林总，人事部突然间调人，而且调走的还是电商开发部的科研人员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利？又是韩元仓。林总，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已经不够了。什么？红鼎上个季度的产值不佳，你也知道，并且现在地产项目也在进行当中。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很难支撑到完结了。有些事情啊，不是随便想想就行。另外，这个研发经费问题，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。红塔景区塔第一代塔入场。徐主任，早啊！早，注意巡逻啊！徐主任，你又忘了带工作证了。嗨，我到时候回头带上吧。这位是？这是咱们公司的领导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先生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段飞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公司的领导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是在工作嘛。面对一个没见过的人，旁问手的职责，别原谅我了。哼，段飞，你现在胆儿也太大了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不管他是谁，今天不表明身份，谁都不许走。哎，你现在不错，不错。哈哈哈。老徐啊，我们红鼎安保部门啊，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。那个钟诚在安保部门干了这么长时间的领导，怎么还不如这个年轻人尽责？是，不错，没辜负我对你的希望。只不过，这么一个优秀的人，在车库里当巡逻保安，不是太可惜了？安保部门如果都是他这样的人，那我就更放心了。老领导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段飞，有时间找我，咱俩好好聊聊。老领导对你非常的认可啊，我考虑一下你的调动问题。谢谢徐主任。大家好，我好久没来了。我现在不是尹总了，童栋才是尹总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来看看大家，很想念你们。我希望大家和以前一样，共同努力，辅佐童栋，把红鼎呢当成自己的家。拜托大家了啊，拜托。好了，你们去工作吧。谢谢钟总。好。爸，你说你不告诉我，有时间好去接你。
太应接了，我又不是不认路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。你还要学会自己应付啊！知道了。哎，若涵，你去找钟诚一下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。好，明白。走。哎，等等，把段飞找来啊。哦。好，走。段飞啊，今天表现的不错，很尽职尽责，难到保安太委屈你了。我已经跟他们打招呼了，提升你为安保部的部长。什么？爸，那廖忠诚怎么办？肯定有安排。爸，我对红领还不是很了解，我还是当保安就好。段飞啊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爸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帮助你一起管理好红顶集团。爸，这个是……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啊。喂，恭喜段部长高升啊！我是徐若海，这新的办公环境可好？徐总，挺好的。我给您安排个秘书，他马上就过去。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他交代。谢谢徐总。那我就不打扰段部长了。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吩咐。好的。进。段部长，我来报道了。你是我的新秘书？是的，徐总特意把我安排到您这儿了。他怎么不安排你来当秘书？不知道。好吧。以后呢，你负责去楼下的保安处拿包裹。知道了。没什么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小九，怎么了？老大，这人多车多，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算了，你在北门等我，我马上到。那行，老大，一会儿见面说吧。啊，再见，老大。方慧，我是段飞，我有事找你。老大怎么说？北门见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北门啊。北在这边。走。我跟你说，蝈蝈这件事情全都怪你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怪我啊？不怪你，要不是你一天吃8顿，能没有时间找线索吗？我饿。饿还有理了是吧？那我得吃饭啊，那没办法，我，哎，那好像赌场那辆车，是那辆车吗？蝈蝈，就是这辆车，赌场那个工头。
你先看看情况。老大，10几个人，李大也在。10几个人，报警。就算有100个人，也要找李大问清楚。明啊，最近工作还顺利吧？还可以，明天有个会议，我正在准备。会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是电商会议，这不属于您管辖的范围。明天我只是提前见一下电商技术团队。看来你是真的支持云石彤啊？爸，我不是支持谁。我不想让全公司的人觉得我是因为您的关系才进入红鼎的。在我看来，电子商务是正确的方向。我只关心分内的事情，其他的一概不关心。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世彤作对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不想和他作对，那就和我作对。你，志明，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和云总啊。为了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云总的电商计划虽然很有新意，但是确实充满了挑战，可以说是一场不知道胜算的豪赌。一旦失败，对红鼎的影响不堪设想啊！其实你更应该到云总的身边去，好好的劝劝云总，让他放弃电商计划，这样红鼎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呀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的市场千稀万化，一旦电子商务真正的繁荣，我们红鼎依然坚持着实体的商业的话，那我们就完了。我觉得电子商务系统对整个红鼎集团来说非同小可。你先出去吧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韩总，您不要太心急，志明只是太年轻了，锋芒毕露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理解您的苦心。但愿如此吧。李达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哦，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我已经叫人保护起来了。那就好。只要李达不被他们揪出来，殷世彤就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李达，想找你聊天可真难啊。想找我聊，你要先问问他们。好啊。
么搞的？告诉你们，你们拼了命也得给我把李达抱住。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了？韩总，李达被发现了。什么？韩总，稍不早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高进，一定要保住李达，千万不能让他落在云石彤的手里。遵命。金哥，他们追过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李达呢？不知道啊。他不会跑吧？追！快给你家打电话。喂，110吗？说吧，什么事情？段博，你是段飞吗？你不保安队的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你什么你啊？段部长。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我现在是安保部长。什么？的代理。段部长亲命的。白日做梦！你要能当安保部长，我还能当秘书长。哎，这个小秘书怎么说话的？段部长走之前把这里都交代给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你的上司，你晓得吧？我现在没空搭理你，段部长回来告诉我。哎，敢这么跟我说话啊？你这是目无法纪，你晓得吧？目无法纪，不会用词你就别瞎惹。这么快就反悔啦？我就说嘛，啊，你只要乖乖的，哎，哪天哥高兴来给你提拔一下。是谁要提拔我啊？叶总，你在这干嘛？段飞呢？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让我替他。替他？刚来上任就跟我玩失踪，把红领当什么地方啊？是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哎，段部长可能有急事。急事儿？有急事儿怎么没有先来跟我汇报一声啊？还愣着干嘛？工作去！我就奇怪了，现场就那么多人，
咱们是强李达，他们是保护李达。是谁杀了他？是老大，难道我们背后还有人跟着我们到了仓库，看着我们打的热闹，他渔翁得利？不是，可他杀了李达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与其说他们是保护李达的，还不如说他们是看着李达的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那帮混混杀了李达？如果要杀李达的话，早就可以杀了。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那到底是谁呀？你们说，李达死了，对谁最有利？韩元仓，对，没错，一定是韩元仓派的人。如果李达死了，他就可以把货流失以及克扣工资的事赖在李达身上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暂时没什么别的办法了。李达死了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这2天你们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不知道冷风现在怎么样了？是，你说他这个人吧，平时也不说话，不在了，还挺不适应。段飞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去哪儿了？第一天上任你就无故旷工，不让我知道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没去哪儿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大半夜回来弄得一身脏兮兮的，过来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过来。等等，你还是先去洗洗吧。魏总，您让我注意的那个段飞，已经有眉目了。进来。魏总，高先生，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这个段飞和云师彤的关系不一般，咱们应早做提防。一个小保安，瞬间变成了安保部长，还和云师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查，得仔细查，这里边一定有猫腻。明白。魏总，您知道您派去保护李达的那些高手是被谁打败的吗？难道是这个段飞吗？没错。这次是我们的疏忽，没想到这个云师彤身边有这样高手。还请韩副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但愿如此。这次韩副总请您来，是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
这个是云世彤最近要洽谈合作的 APP 设计团队，韩总的意思。我自然知道，不用你说。那就好。计划也聊完了，那我就不久留您了。郑江是，森哥，高先生，请。魏总，姓高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口气有些狂妄，要不要我去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把李达的事搞砸了，我们能这么被动吗？魏总，我的错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刘天成呢？哦，随叫随到。那就好，你安排吧。是。对了，把这个计划里面所有的人都给我好好的招待一遍。另外，一定要仔细查一下最近所有和云世彤有联系的人，让这个设计研发电商 APP 的团队尽早走。是。那我先去了。世彤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很严重，我得跟你说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咱们公司请了几个电商计划营销团队，一直没有出现，而且也都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？我得先看一下以往合作过团队的名单。看来你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是不能松懈，毕竟是死了人了，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那个段飞是段宏的儿子，这次他来到天海，一定会去查问他父亲的事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站在你的后面，全力支持你的。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给你的。云总，你想想，如果不是韩云仓的话，还会是谁？有谁会阻止你的电商计划？又有谁有能力阻止你的电商计划？没错，如果真的是韩元仓的话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的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在人员把控这一块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可信的人。荷兰姐，你是我在公司最信任的人，把控好人员技术这一关就交给你了。石头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们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随便说。我知道你的电商计划前景很可观，但是在具体针对方向，还有面对的受众群体等等大数据分析统计还没有搞定前，就急功近利找工程师投入设计，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科学？我希望你能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荷兰姐，我每天都陪在石彤身边，我知道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荷兰，我知道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在为我考虑，谢谢你。但是你说的这些，我之前都有考虑过。红鼎的优势在于传统商业，
对于电子商务的领域，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而现在，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老牌上市企业，都面临着传统商业缩水和企业转型的危机。所以，我们能想到的，别人未必就想不到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说的我都明白。谁先抢占了先机，谁就能占领这个新的市场。我不但要尽快找到工程师，我还要在1周之内得到一个完整的手机端客户产品。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好，就算我现在把技术人员落实，但是在1周内就完成客户端设计，这是不现实的啊！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荷兰姐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吧。好吧，既然云总已经决定了，那我这就去办了。韩总，各个部门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看谁敢跟他们串通一气，我就让他们好看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技术人员给他实施，他能怎么办？没有人执行，云世彤的电商计划就难以实现。到时候看他怎么跟公司的人交代。云总，秦助理啊，我看你们挺忙的，所以我出去给你们买了饭，你们先趁热吃吧。要吃你跟秦助理吃吧。我看最近公司事儿挺多的，你和云总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一定要按时吃饭。最近大家为电商计划都很辛苦，觉都没得睡，哪还有时间吃饭啊？那看来我还要回去跟我爸好好谈谈。来，哥几个，好东西啊！来，敬酒冷风，扶一个团队。峰哥，不错。你怎么了？除了他老婆，谁能让他这么颓啊？甭理他，峰哥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我也敬你一个。来的，一起。段飞，有什么心事说出来，大家听听。李达的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我总觉得世宗依然面临着危险。行了，老大，
别疑神疑鬼了，还有谁能对嫂子不利啊？李达的事情，肯定跟韩元仓那些人有关系，他还是会阻止赤洞的计划。魏天亮的阴谋也不明晰，红鼎的商业方案外泄，泄露者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，更严重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。不如让我去查，把泄密的人找出来，再把阿玛问题先处理掉。也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当年杀我爸的人，也在这场阴谋当中。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了？还不确定，不过，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。看来又有一场好戏了。大飞，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很久了，但是在解决红鼎危机之前，你最好还是忍着，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了，大，峰哥说的有道理，不然很可能还有人对你和嫂子不利。放心吧，为了找出那个人，我等了很久了。老大，我敬你一个。老大，你这么晚回去，不怕嫂子骂你啊？他要骂就让他骂吧，反正已经习惯了。真男人，敬真男人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不错不错，这酒喝得很好。大哥，这真不错啊。必须的，来，接着喝。喝。我真喝不了了。这点酒就喝不了了。我真喝不了了。这3杯酒都喝完了，这一小沓钱就是你的了啊！喝！哎，乖乖，不错不错啊！把这一小沓，哎，也给喝掉。可我真喝不了了，我要走了。别着急呀，我跟你讲，喝完这一沓，这些钱也是你的。来嘛，来，喝，来，一起啊！来，一起，喝掉。哟，真乖，来，让哥亲一个，哎，喝，不错，再来一个，快！不想吐了吧？别，没事，慢慢喝啊。好喝，哎，漂亮，来，再来一个。来嘛，喝，又喝不了了，喝掉，哎，喝，哎，喝不了就别喝了。你喝你认识啊？走吧。别喝干嘛？老大，干牙的，老大，得，你们聊吧，我们先走了。
我们签个合约吧。你不签我就走了。我签。谢谢，不过这个你得拿着。以后啊，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，好好工作，这样你妈妈才会觉得欣慰。嗯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事儿？没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没关系。天浪集团已经成功地渗透到红鼎的各个机构，红鼎的机密消息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手中。非常好啊，我们离目标又近了一步。相信不久，红鼎的内部一定是分崩离析，击垮了云家的势力，韩副总，你就可以顺利的取而代之了。你们就那么有把握击毁云师彤吗？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？你说呢？还是要小心谨慎，一步一步走。现在红鼎内部大乱，云师彤肯定是焦头烂额。在这种难得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折磨一下云大小姐。刘峰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跟我们合作，什么都不要，为什么要置云师彤于死地呢？难道云家人得罪过你？韩副总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点，我的事，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总之，我做这一切，对你们来说，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哎，老韩，柳峰既然有难言之隐，那我们就不问那么多了，反正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嘛。来吧，韩副总，为了共同的目标，啊，好。